伫咧宜兰罗东夜车附近所有青红灯熊落落来，加在这骑奥托派民众随大动，才无发生意外。交通处表示，讲这青红灯是巨型的 PC 材质，古来会脆气。目前还有2成的旧青红灯会先换做合金的材质。青红灯后置向落来，机车骑士赶紧打挡才无出大代志。17早起，宜兰罗东镇中正路甲民权路口发生青红灯落来，不知机车骑士惊到，附近民众听到声音也走出来看，好在才有人受伤。就是有一台机车到那个位置的时候，没有碰到人嘛，他们处理的时间还蛮快的。较早无人，因为无拢地死，都在拢来刷皮啊。发现是那个是老旧的灯箱，它是属于 PC 的材质哈，那有脆化的情况，我们会针对辖区有这样子旧有的那种灯箱的一个材质的部分，会做全面清查，然后优先汰换。现场因看到青红灯箱已经换新的，交通处表示，原来差不多还有2成左右的旧的会先换掉。不过青红灯落落去的意外不止一摆，2022年10月，台中也发生过青红灯后置落落去讲到经过小客车。台湾交通安全协会认为，亲像青红灯这种受风吹雨淋的设备，爱水材质是不是应承受环境因素的侵蚀？日本他们用的就不光只是用金属材质的而已，它还有做轻量化、薄型化的设计。它如果要换铝合金的，可能要看一下那个重量是不是也不要加太重啊，因为那个灯胆毕竟是没有变的嘛。协会表示，不只是青红灯灯箱，亲像路边的反光标顶也要注意，呼吁相关单位平常时爱定期巡视，做好维护管理，保障交通安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